以下節目內嘉賓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散戶奇兵，好，又翻到嚟星期五嘅散戶奇兵啦。星期五依然有凌晨股市 Louis 同埋身邊嘅全職交易員 Jack Sir 喺度嘅。咁啊 Jack Sir 亦都有個 Facebook page 啦，叫做股票奇權，咁大家可以參考下啦。咁啊 Jack Sir 你好，Louis 你好。係啊，咁啊見到 Jack 呢個大市嚟講咧，咁啊上個星期已經講緊話會唔會個大市一直都係維持喺23,200至到23,600呢個水平啊？咁啊悶到去月尾咁樣，咁足之都走出咗個區間啦，但係就可能就係向下啦。咁啊依家就比較淡勢啦，因為嗰個走勢係一浪低過一浪嘅，真係好似去翻舊年12月啦。咁啊即係去到12月尾，然之後加完息嗰個加息之前嗰個走勢咁，一浪低於一浪。咁究竟會唔會又嚟多次可能大跌啊，又跌翻1,000-3,000點啊，咁樣去翻22,000點呢啲位咧？咁就大家都擔心緊嘅。咁啊 Jack Sir 呢個禮拜嚟講又點樣睇咧？係咪都係符合個預期咁樣咧？都係震盪上落市多嘅。咁我哋大家星期一啦睇到啦，先開低，跟住抽翻上去呢個好淡分界線之上，即係23,500幾之上，去到23,600幾。但係星期二咧，標普有升，但係港股咧就冇再破高位。星期二就有少少問題。咁星期三咧就急跌嘅。星期三急跌嗰陣咧，主要就係標普跌，本應係升嘅，後尾變咗倒跌收市，再加埋電子盤咧都跌嘅，所以港股嗰日係跌得比較多。咁其實先升後跌咧，對於個好淡分界線咧，23500咧，同埋連埋嗰個23450都彈唔到上去咧，個市係偏弱咗好多嘅。咁未來會唔會進一步向下衝咧？因為其實見到今日期指結算日啦，咁都可以話會唔會係一啲夾好倉嘅一啲嘅藉口喺度啦。咁但係展望呢個未來一個禮拜啦，咁又點樣睇待？點樣看待咧？嗱，其實今日個結算日咧有少少息露出嚟嘅，咁佢同過往之前嗰個走勢有少少唔同。嗱，其實大時代之後咧，我哋都發覺一樣嘢，就係最後嗰個結算日嗰個星期咧，其實都係唔喐嘅。咁點喐嘅都係300-400點上落，好平淡咁樣結算。但係今個星期咧，由星期三開始急跌嘅啦，咁樣呢個可能已經變咗行咗呢個月底先至有一次呢個大跌嘅走勢，咁以前係月頭行噶嘛，咁所以我哋之前部署月頭先至捉佢大跌，初頭我都係咁諗嘅，可能11月初先至會有大跌或者大升嘅情況出現，但係咧今次咧變咗係喺月尾行。嗱，如果係咁樣行法嘅話，一係咧11月份，如果月頭再行嘅話咧就好多噶啦，就可能會跌多咗啲嘅。加上今日個標普亦都係喺嗰個好淡分界線之下，即係2130之下嘅。當然啦，未穿過牛熊個分界線，個2100未穿，但係咧喺2130之下咧，其實都已經有少少危險嘅。加上港股咧，佢震盪咗差唔多2個月到噶啦，由9月9號到呢個10月底，差唔多接近2個月。咁佢行翻個單邊，其實都好正常，因為佢冇可能一路都係23,000到24,000點上落嘅。咁我哋記得2個星期之前，我哋都有研究過呢個熊市之後行翻2011年之後嘅2012年嘅 pattern 去走嘅。咁如果係睇翻2012年嘅走勢嘅話咧，佢回調咧大概係2000幾點嘅。如果擺翻喺呢個情況咧，佢應該係回翻落去22,000係絕對有可能嘅。咁我哋睇埋今晚個美國股票同埋下星期一，下星期一咧雖然係10月最後一交易日啦，但係咧其實有時咧都係會喺嗰日開始行，好似8月底同埋呢個舊年嘅9月底，亦都係喺結算日之後或者結算日嗰日開始行嘅。咁變咗月頭都係跟個走勢。咁如果係下星期一跌，下個星期二11月1號亦都係跌嘅話咧，反而仲好啲添，可能一次過跌完就彈翻上嚟。但係如果係先反彈，譬如下個星期一星期二先反彈，然後再跌穿23,000點嘅話咧，個市可能就係
仲比較偏淡少少嘅。咁啊反彈之後再跌嘅話，可能再跌得深一啲添啊。咁依家嘅狀況就係睇翻個底會唔會喺聽日或者係下個禮拜一即係下個禮拜一啦，下兩個交易日啦，會唔會再有一個向下急挫啦？咁就講翻，其實呢排有好多人嘅操作就係、其實好多人都見到個市好淡嘅，咁亦都做咗啲操作啦，例如 long put 啦、short call 都有啦。咁但係最多人講就係 long put 到23,000點啊，因為個個都覺得喂呢個咁重要嘅關口要跌一定跌穿佢啦，咁多牛仔喺度殺埋佢。今日的確係跌穿咗嘅，咁但係即月嘅期權呢就係穩守呢個23,000點嘅，咁可以話係全軍覆沒。咁其實呢個嘅狀況係咪啲散戶嘅部署唔係幾恰當呢？其實唔係唔恰當嘅，不過因為佢係歐式期權啦。其實喺星期三、星期四咧，我都聽到好多朋友話要 long put，咁最近嘅通常都係23,000個槓桿，當時係100幾點嘅。咁其實尋日都有嘅，尋日都去過120幾點嘅。收市大概40幾點嘅啫。但係咧，大家知道啦，因為期指佢係歐式期權嚟嘅，佢係用現貨9點半之後每5分鐘嘅現貨價錢嘅平均到去4點鐘。但係今日個問題咧就係上晝係23,000樓上。咁下晝先至跌穿23,000嘅。咁下晝跌穿23,000咧，就即使係我哋見到啦，期指係跌到落去，即係11月期指跌到22,800幾嘅。但係問題個平均價咧，扣埋上晝咧，佢嗰個結算價應該係大概係23,000樓上少少，所以你嘅23,000 long put 係全軍覆沒嘅。美式期權有一個好處，美式期權即係股票期權啦，股票期權咧就係美式嘅，佢咧就係到收市你都可以平倉咁其實如果喺尋日或者前日咧，你認為個市會跌嘅話咧，其實我會揀美式期權。咁有一個好處就係你可以揾到價走。好處好簡單，尋日騰訊210蚊佢成個下晝都係企喺210蚊附近。3點鐘之後咧，210蚊個 put 其實唔夠1蚊喎，9毫子到嘅啫。咁今日最低跌到205個幾，咁如果你喺206蚊平嘅話咧，係可以賺到4倍。咁當然啦，我哋未必可以平到最低位啦，分開平可能平均2-3倍，但係都好過期指期權 long put 23,000係全軍覆沒，渣都冇。咁另一隻係港交所啦，港交所係跌得少嘅，其實今日，但係尋日嗰個205蚊嘅 put 咧，亦都係得6毫子7毫子到嘅啫，好平嘅。咁6-7毫子今日最低位雖然係203個幾。但係你起碼都有賺1倍幾2倍到，如果平得好嘅話，大概2倍啦。仲有隻中人壽都係啦，中人壽公布業績之前，19個半嘅 put，其實係尋日收市得5個仙嘅啫。今日最低跌到落去都唔係好低，19個3毫幾，但係咧用5個仙嚟計嘅話咧，都有2-3倍。你平均賺1倍係好正常，但係其實倍數唔多，因為剩翻1日嘅啫。主要差別就係美式同埋歐式期權嘅差別。你期指期權咧就係冇晒噶啦。咁如果美式期權、股票期權咧，反而就係可以賺幾倍咯。呢個就係佢嘅差別啦。係咪仲有一個組合就係呢個一啲窩輪加呢個歐式嘅期權咁嘅組合？窩輪仲差過期指期權，因為窩輪咧係原則上佢係歐式期權加亞洲式嘅。咁佢個到期日咧係到期日之前嗰5個收市價平均嘅股票嘅收市價嚟計數。咁變咗咧，你其實真係提早咗，好有着數喎。係啊，其實你就係早咗5日到期噶，因為你後邊嗰5日個平均係好難有呢啲大倍數嘅變動噶嘛，係嘛？所以原則上窩輪係比較，如果喺期指同埋股票期權美式係窩輪係最蝕底嘅一種期權嚟嘅。明白晒，咁怪得即係好多嘅散戶啊，一去到差唔多隻窩輪就係完結嗰陣時咧，成日都想坐到話末日輪，末日輪好吸引噶嘛。咁原來末日輪嘅意思係最後尾嗰5日都係平均價咁樣嘅話，真係要喐到好大嘅波動咧，先可以拉翻個平均值上去。咁所以真係要小心翻啲啦，就唔好話成日炒一啲末日輪，就真係等到最尾嗰5日先走嚟搏。咁可能喺前嗰5日啦，或者甚至乎用翻啲期權啦，用翻啲美式嘅期權啦，去進行一啲操作啦。咁譬如近排嘅話，就真係23,000點，大家都睇得好通透嘅，大家都亦都係睇到話佢
會穿嘅，咁但係冇用到一個合適嘅工具咧，最後咧就係變咗就得不償失啦。咁啊，今次去到呢度先，我哋下節再講。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散戶奇兵啊，咁啊依然有凌晨股市 Louis 啦，同埋身邊嘅全職交易員 Jack 喺度嘅。咁啊上一節嚟講，我哋就講咗喂最近嘅大市究竟係應該點樣部署啦。咁啊所以睇翻未來嘅11月嘅走勢，究竟會唔會月頭再急挫？咁啊可能會好快就跌完啦。或者係跌得比較深啲，好快就會可以有個反彈。咁但係如果係反彈咗，抽翻上嚟，然之後先再跌穿翻呢個23,000點嘅話咧，咁就要再小心多一啲啦。咁今節嚟講咧，就講下啲個股啦，因為見到近排個股都係跟住個市跌噶啦。咁其中嚟講有好多散戶或者係聽眾啦，都係講就係中移動。咁中移動最近應該點樣部署咧？嗱，中移動咧佢有一個特色喎，咁記得喺7月份嗰陣咧，其實佢港股當時係慢慢升得好慢嘅啫，但係中移動已經由80幾蚊升到去97、98蚊噶啦，未到7月底已經升到98蚊個高位。咁後尾港股繼續升多2個月，譬如8月啦、9月份啦咁升，但係中移動個高位都冇乜破好多，最高都係99個幾。咁呢一次咧，嗱，中移動咧喺2個星期前開始跌穿94蚊開始咧，就一路跌落嚟嘅。幾乎係當然啦，同埋佢嘅業績都有少少預期，都有少少關係嘅。咁中移動其實都變咗一個情況咧，係行先大市。嗱，佢跌完之後咧，其實港股仲係喺上高23,400啊、23,600嗰度上落嘅。咁佢跌咗咁多日咧，咁港股先跟住係嚟跌嘅。咁有少少轉咗個 pattern 咧，就係咧，中移動可能行先，但係佢一個問題咧，佢行完一轉之後咧，咁大市再跌，佢可能未必再跌噶啦。咁可能佢行翻另一個 range，譬如假設咧，佢一次跌到落去85到87蚊度見底，假設啊，咁佢可能咧，大市可能再跌嘅話咧，佢可能唔跌噶啦，可能就喺85到90蚊上落，或者90蚊出頭邊嗰度咧上落。咁其實如果要部署中移動嘅話咧，我覺得趁佢跌嘅嗰個引伸波幅高嗰陣咧，可以 short 兩邊 short strangle 做嘅。咁啊，揾翻嗰啲行使價，譬如82個半啊，同埋92個半，或者80蚊到95蚊，12月比較好啲。但係因為佢引伸波幅好低，做11月嘅話咧，其實你個行使價會揀到好窄嘅，好容易俾佢震到倉。咁如果你想冇咁易震倉，而且個 premium 多嘅話咧，我哋寧願揀翻啲賺慢錢，慢少少，揀翻12月啊。咁當然啦，你睇埋下個星期中移動跌到咩位先至會止跌先啊。咁初步咧，我覺得應該係85到87都差唔多噶啦。跟住咧，可能可以由橫行，即係5、6蚊上落，行一段時間。咁最高可能彈翻上91、92都有機會嘅。但係上翻94蚊、95蚊之前嗰個跌破個位咧，原則上咧，我覺得短時間應該冇咁快嘅。佢可能又行翻2、3個月嘅，好似以前咁樣嘅上落市，橫行上落市嘅啊。咁可唔可以做一個操作咧？忽發奇想就係呢個 short put 呢個中移動啦，可能12月咁，但係就 long put 呢個恒指期指或者 long put 盈富啊。咁因為好似兩邊都係呢個美息啊嘛，咁平衡翻咁樣，得唔得咁樣做咧？當然可以啦，其實都 OK 噶呢個方法嗱，一個就收 time value 啦，一個就係俾個時間值。咁其實兩個對沖嘅話咧，譬如你預計咗中移動係已經見到底嘅，提前跌咗噶啦。咁其實呢個方法係 OK 假設港股真係跌到22,000嘅話咧，你中移動係未必跌嘅。咁隨時真係兩邊賺嘅 ，OK 嘅。咁另外亦都係啱啱諗到就係啱啱上一次就講話，期指好似最尾一日期指結算日會平均咗啊嘛。咁用翻盈富去做翻個 long put 咪 OK 咯。係啦，咁反而就唔同嗱，因為盈富咧佢嗰個係同期指係差啲嘅，佢係高到幾百點啦，咁樣計啦因為佢有派息啊嘛，okay. 所以咧我哋就要就翻嗰個地方嘅，即係可能23,100咁樣，23,200即係23個2、23個4咁樣計嘅咁其實都好少咁嘅情況發生嘅。咁通常因為我哋過去1年幾咧，通常結算嗰日咧唔喐就係唔喐噶啦嘛，但係啱好遇着嗰半日。就好似今日咁樣，咁當時好多人都唔明歐息同美息有乜分別啦，差唔多好多嘅啫。其實美息係唔單止提早行使個優點，仲有一個就係你到收市之前你都可以平倉
咁當然啦，期指都可以嘅，但係期指係用平均噶嘛。你收市前已經跟翻個10月價咧，其實已經冇位走噶啦，已經係。平倉應該點平咧？應該 call 貨定係點樣平法？其實都喺期權度平啫嘛。因為你個期指，但係我見到 spread 好窄好闊噶，最尾嗰日。你話股票期權係股票期權，股票期權其實唔係啊，好窄啊今日。係譬如好似頭先我講過嗰個，譬如騰訊210蚊嘅 put。今日跌到嚟207、208嗰陣咧，佢個 spread 都係2毫子度嘅啫。因為好多人平倉嘛，咁亦都有啲人係 cut loss 啊嘛。其實都今日嘅成交都幾大嘅。明白晒。咁講到呢度嘅話，有冇其他嘅板塊值得留意咧？譬如話係隻匯豐啦，匯豐都之前好似係威係勢咁，好似想升翻上60蚊以上咁，但係依家嚟講係咪又係做翻個range 咁樣行呢？係啊，匯豐咧上個星期都對佢有少少憧憬啊，就係可能除淨之後都可以喺翻59個半咧，係咪可以突破咧？但係都係突破少少，跟住又跟翻個大市行翻落嚟啊！咁但係匯豐我就唔建議話做淡倉，因為佢嗰個跌幅可能都有限，可能最多都係跌翻落56蚊啊嗰啲附近。即使嗰個大市跌翻落嚟12000咧，佢個低位都唔會話太深嘅。另外一個板塊就係濠賭股啦。呢排個散戶都好中意買濠賭，因為見到啲賭收數據做得好嘛。咁但係濠賭股呢排嘅狀況又係點樣呢？濠賭股佢有特色嘅就係因為佢通常都係喺月尾公布嗰個業績噶嘛，嗰個賭博嘅情況。咁所以咧變咗濠賭股咧，我哋通常20幾號咧去部署做 long 比較着數啲嘅。咁啱好呢一次其實係好消息嚟嘅，咁應該炒上去，但係啱好遇着呢個大市回調，所以咧佢嘅升幅都係唔係太多。其實如果你係喺公布之前咧去 long 嗰啲32、33，其實都有幾倍利潤嘅。明白。咁講完港股啦，咁睇翻成個環球嘅大市啦，咁好多人都聚焦咗日本嘅股市，因為見到啲 yen 同埋啲股市都有好大嘅異動啦。咁有啲咩迷思喺裏面呢？其實過去1-2個星期咧，咁我哋其實可以借呢個機會咧，同大家解釋下日元同埋股市，因為我發覺好多人咧就將日元嘅升值同埋貶值咧，去擺喺股市、環球股市個升跌度嘅。咁好多人以為日元升，咁股市咧通常咧代表股市會跌嘅。咁過去2個星期咧就係日元咧由102、103附近咧貶值到今日大概105都穿埋。咁日元係跌咗好多嘅。但係美國股市咧同埋香港股市咧，大家都睇得出啦，其實係跌咗落嚟嘅。咁咩升咧？日本股市升。QE 嘅國家咧，譬如歐元啦、歐股啦、同埋呢個日元啦、日股啦，呢個咧就會貨幣貶值，股市升。其實歐元都係噶，歐元跌嗰陣咧，歐洲股票唔會跌嘅，歐洲股票通常都係升嘅。咁如果歐元升嘅話咧，歐洲股票通常都係跌嘅。同日股係差唔多嘅，但係咧係咪影響到成個環球咧就啱好相反調翻轉嘅？因為港股通常係跟標普比較多啲啦，同埋跟翻 A 股多啲嘅，所以咧我哋睇日元升跌咧去研究股票港股嘅升跌嘅幅度咧，其實係啱好調翻轉，除非係遇着股災。股災嘅情況咧，日元一定係升噶啦。咁股災當時已經跌咗一段時間啊嘛，所以咧好多人就誤解咗日元升咧代表股票跌，其實影響嘅係影響日本嘅啫。咁如果日元繼續跌嘅話咧，其實日股有機會繼續升嘅，但係唔代表港股都會升翻上去好多，呢個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見到啲日元有啲咩嘅異動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炒翻日股啦，就唔好用呢樣嘢咧，就去做一啲喺港股呢邊嘅揣測。咁港股呢邊最後就講下少少11月成個月嘅操作啦，有冇啲咩建議喺度咧？11月11月嘅操作咧，原則上都要睇翻下個星期美國總統大選啦。但係目前嗰個民調咧就領先太多啦。咁原則上咧，黑天鵝嘅機會真係好低嘅。其實都唔算黑天鵝，因為大家預期咗啊嘛，預期咗有可能佢會當選，咁其實都唔算係黑天鵝嚟嘅。但係亦都有少少變數嘅，但係大家都要防下，就唔好話太重注啦。喺美國大選之前太重注，可能驚佢選舉前幾日有啲發上發落嘅情況出現都唔奇嘅。呢個可能要注意下。咁11月就睇實頭一個禮拜，同埋睇實呢個美國總統大選啦。咁今集去到呢度先，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以及嘉賓言論並不構成投資意見或建議，在做出任何投資決定前，請參考自己嘅財務狀況、投資目標、經驗及風險承受能力，並且理解相關產品嘅性質及風險。